今日用排骨整2種食法，一次過滿足晒大家嘅口味。第一種食法係金沙排骨，第二種食法係鹽焗排骨。小朋友好中意食，好味道停唔到口。呢條排骨一共重2.3公斤，11蚊9毫9一公斤，一共係27蚊7毫2。一包入邊有3條排骨，啲排骨好靚好新鮮，所以我比較中意去 Costco 買肉。咁而家將啲排骨切好先，將頭尾大細唔一致嘅地方切出嚟，留翻中間部分大細一致嘅地方攞嚟做鹽焗。咁呢啲大細唔一樣嘅地方，我哋拎嚟炸，整金沙排骨。然之後將啲排骨洗乾淨，用力搓一搓佢，洗多幾次，將佢洗到白白淨淨，就將佢撈起身捏乾水。之後再用廚房紙巾將佢抹乾。想啲排骨腍啲滑啲，我通常會用梳打粉醃一醃佢，將梳打粉加水倒入去啲排骨度，之後將佢撈均勻，撈到啲排骨索晒啲水為止。另外一碟肉都係用同樣嘅方法。金沙骨嘅調味料好簡單，只需要放白胡椒粉、糖、鹽、澱粉，將佢撈均勻之後，噴少少油，用保鮮紙冚住醃佢1到2個鐘。鹽焗排骨梗係唔少得鹽焗雞粉啦，呢度大概3磅排骨，我用咗1包鹽焗雞粉，豉油1茶匙，少少蠔油2茶匙糖，澱粉1茶匙，然之後將佢撈均勻。撈均勻之後噴少少油，之後用保鮮紙包住醃佢1到2個鐘，噴少少油響錫紙上面，之後整齊咁擺啲排骨上去，再響排骨上面噴少少油，放入焗爐400度華氏度焗20分鐘，之後反另外一邊都係400度華氏度焗20分鐘。咁呢個時候我哋炸咗啲排骨先，將啲排骨放入去炸佢1到2分鐘，再將佢反轉炸另外一邊，轉中細火，一共炸佢8分鐘左右。8分鐘之後大概就係咁嘅樣，而家就可以將佢撈起身，將全部炸好嘅排骨再倒翻入去翻炸，大概翻炸30秒咁上下，將佢撈翻出嚟就搞掂。不黏鑊度放少少油，之後放蒸熟嘅鹹蛋黃，之後用細火炒佢，將佢炒到起晒泡泡，大概係咁嘅狀態。咁而家我哋就可以將炸好嘅排骨倒入去，之後就將佢哋兜均勻，兜到每一嚿排骨都黐晒啲鹹蛋黃，香口又好味嘅金沙排骨就搞掂。真係好鬼正，每一嚿排骨上面都裹滿晒鹹蛋黃。鹽焗排骨出爐之前用波油呢個功能，高火焗佢8分鐘，咁表面就會有金黃酥脆嘅效果。你哋中意食金沙排骨多啲啊，定係鹽焗排骨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。